人講種牙要來回好多次，咁會唔會好嘥時間呢？如果我們用傳統的方法種牙，那一定是次數很多，手術的次數多，往返的次數多，等待的時間長。我們可以盡量選擇不植骨種植。那缺骨的情況下，怎麼實現不植骨種植呢？其實換一個思維，假設我們牙槽骨沒有了，其實呢，我們是可以找到一些替代的骨頭，比如全骨是其中的之一，或者翼板也是其中的之一。這樣呢，我們種植可以變成穿全骨種植、穿翼板種植，也是同樣能實現一次手術就可以了。頂直後康提提你，對於繁忙嘅香港人 ，V2V 專利種牙技術，即日種牙即日戴，唔使來來回回，舒服又方便。